众朋友，大家好！又到好好运动的时间，我是联心国际医院运动医学中心物理治疗师李淑芳。今天老大家共好了运动的有林正刚物理治疗师，以及高景荣老师，是我们的 Niki 老师。准备好吗？也好，来做运动咯。运动以前，你先来做暖身操。好，开始呢，从跑步一样哈，让两只手柄啊，我们身体的两侧，好，从爱用力放在两侧。好，等一下走的运动是手往前摆，对，90度，好，勾往后，一样90度哈，然后这样慢慢呢往前后摆，对，很好，勾了一边哦，好，对，90度。好，放轻松，然后脚也强容吼，来把左脚开起来，对，整脚一样90度哈。然后我们现在手和脚强好了，走一遍哦哈。好，来开始哦，右手，好，一起，听等老师强好了走。好，那速度不是按加，走得慢慢的走。好，那做这个动作的时候要注意哦，一定要保持你的平衡。注意安全哦。如果说你的脚看起按够，你可以把它放矮一点，放矮一点也可以。好，那手一样可以的话是请留，让它摆荡的比较大一点点还常常寸到好后背对哦，很好。好，或者是呢，如果你好快了你可以像我一样，速度好慢对哦，只要原地踏步也可以哦。我每走得走到我们的暖身。好，你感觉你的身体越来越热了没有？好，有的话呢，我们慢慢的休息一下把两只脚呢打开。先从左边开始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七条溜溜的往下弯。好，在这个地方呢，把我们的脚鼻内侧的肌肉慢慢的拉一下。好，在这边停留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整片。好，我们现在呢往左边来好，一样七条微弯。好，我们拉的是整脚的内侧。好，在这个地方一样来停留个3秒钟。1、2、3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回来。狗走一遍哦，来吸，好走。好，溜溜的觉得我们的内侧好镜头来到有滴滴的痕痕。好，再回来正中央。好，左边来，很好，吸气，吐气。好，讲鼻子吸，好，嘴巴吐。动好，好，回来。好，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前推的动作来，整脚吹起弓箭步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数，抬起来，对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并下来。好，搞了一遍哦，吸，吐气往上，很好。好，我们吸一口气，再往上拉，向后背，给我拉一下，对，很好哦，加油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数慢慢的并下来。你往左边搞了一遍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左边弓箭步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上，对，数往天花板的方向拉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下来。好，我们要做更厉害的来吸气，吐气往上。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，还不能够往后面，加油。好，吸气，吐气，给我慢慢的下来。好，搞了一遍，吸，吐，很好哦。
好，吸气，吐气下来。有感觉身体热起来吗？我们准备来做运动咯。暖身运动做好了，你也好了，开始做运动哦。今天做的运动是增加我们平衡能力的运动。好，对长辈来讲，平衡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去做在防止你倒一倒。所以今天的运动，大家听听老师强下来做哦，增加自己平衡的能力。好，一开始呢，两只脚打开来可以比肩膀高发低低嘞，然后手慢慢呢。顺到身体的两侧，绕肩头偏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整数往右边伸，对，然后我们的骨盆可以往左边推，很好。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来回到对动翁的位置。好，勾走一边整片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整数从因为寸吹起。对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的时候再回到正中央。好，你要往左偏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走熟而寸吹起。嘿，同样的，我们的骨盆往你的整偏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勾转来。好，手表下来。我们勾了一遍好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呢，手伸出来，慢慢的卡起来。好，来吸，吐气往整边。好，来吸，吐气回来。再来一次，吐气往周边。好，来吸一口气。吐气勾回到正中央，好，然后往左边再来整片勾了一遍哦，吸，吐气走熟，寸吹起，很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，好，往左边来吸，吐气往左边，好，吸一口气，吐气再回来，好，手慢慢的。变下来，好，那接下来我们走的运动是一样，整脚卡出去，不过我们的整脚的脚尖向着我们的枕片正手边右手边这里，然后七条6个弯，好，来两只手偏偏卡起来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母住口，你的整数往前推，好，身体重心放哪里？变啊，你的整脚。从因为咩东西啊，用音，好，来吸气，好，吐气回来，脚尖回到头前。好，这个动作要练平衡，所以家里的长辈要注意哦。做这运动的时候一定要小心，注意莫对动哈。我们过来走一遍，来吸气，吐气的时候整脚先往右边，手慢慢的卡起来。好，来吸气。下面整片，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勾回来，很好，来吸气，整片勾做一次，好，来吸，吐气，从有咩东西哦，好，肚丝够力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。好，手表下来休息一下。好，我们现在换左边哈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，左脚钳出去。对，来，脚尖向左边。好，来，手慢慢的卡起来。好，来吸气，我们看左边。出去，从右边东西。很好，停留5秒钟。5、4、3、2、1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回来正中间，好，脚竖转来，好，不用放松，走对啦，你过来走一遍哦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，整脚钳出去，
好，来往整片数慢慢的寸出来。好，来吸口气，吐气，寸出一面东西。嘿，好像有面的东西哦，哈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，脚寸转来。好，再来一次走偏哦，来走脚砍出去。好，脚尖向左边数寸出来。好，来摸，肚丝够力咯。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回来，哎，脚骨寸转来。好，接下来你的走的动作呢是脚重新时钟摆荡的动作哈。你走在轻重点呢，好稳的点呢，好或者呢平衡好的长辈走在像我们的锦荣老师一样，不是半点都没走在走哈。来，一手扶着。然后，你先从整脚开始哈，好，来往后伸，好，身体有起前，肚子会出力，好，那你的手呢可以放在胸前，好，或者是叉腰，好，再往前，好，往后，好，重新时钟的吹一样哈，往前往后，你的脚就往前，往后摆荡。好，这时候你的身体要出力气吼，身体不要跟着我们的脚一样左右前后的挺痛哈，来往前，再往后，go往前，再往后，很好，来休息一下。你要往走脚哈，一样数走在轻重点的半点是好稳哈，好，来吸气，吐气往前，好，再往后。好，往前，好，狗往后面，好，来可以稍微加快一点速度哈，狗往后摆，好，狗往头前，好，身体有气稳哦，不要像狗一样哈，但身体会晃来晃去，要保持平衡，再往前，再往后，好，来休息一下。接下来我们要做的是左右边哈，来。一样，脚往整片，往对，往左边，再往整片，再来，很好，再来，好，左右边，哎，轻轻的，好，往外打开，往内，给我打开，给我往内，好，过来，再往内。好，放轻松。好，接下来我们往走脚哈，来打开，嘿，过来。好，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呢，你的身体呀，因为要脚在动，所以我们的身体是维持平衡哈。所以肚子一定要够力气的，好，来搭配这个动作。好，再来，再往外。再往内，好，来放轻松。哦，接下来啊，我们单脚站就是重新金鸡独立，哎呦，这也可以增加我们的平衡能力哈。用半走嘞，一样哈。假如平衡不好的长辈，一开始你走在轻重点的半点来走哈，然后吸气，一只手走在叉腰，好，吸气，吐气的时候让脚弯起来，对，弯起来，很好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变下来。好，来往整脚哈，吸气，吐气，好，抬起来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变下来。过来一边哦，好，来吸，吐气，抬起来。好，来吸一口气，吐气放下来。好，我们调整一下呼吸，休息一下。